Hello， 歡迎收睇《面媽媽高跟隊出發》，我係美麗華旅遊嘅領隊阿 Blue， 依家就要為大家去介紹一個我自己好中意同埋覺得好值得推介嘅新疆嘅12天團隊啦。呢個團隊咧就主要會去北疆，係純玩直航嘅。講起北疆，主要係風景為主嘅。咁我哋公司就會選用中國南方航空直航機，由香港直飛到烏魯木齊，非常之方便啦。我哋行程景點都係好豐富嘅，都係以翻自然風光為主。因為講起北疆就係一個季節限定嘅團隊啦。一般嚟講就4到10月份咧都係會有團隊出發嘅。好，講起行程景點最主打啦，我哋會去到禾木村，而且仲會入住禾木村裏邊嘅酒店，就可以有足夠嘅時間俾咁多位慢慢就欣賞呢個咁靚嘅村落啦。呢一個咧係真係市場罕有噶，而且咧我哋仲會上到去哈登觀景台一覽成個禾木村嘅風景。咁去完禾木村之後，我哋仲會去到喀納斯景區，會遊覽呢一個喀納斯湖啦，同埋就會遊到3個灣：神仙灣、月亮灣同埋呢個臥龍灣。欣賞完喀納斯咁靚嘅風景之後啦，我哋就會途經陸上魔鬼城，之後就會到賽里木湖睇呢個大西洋最後嘅一滴眼淚。成個湛藍色嘅湖面後邊襯托住成個天山山脈嘅風景。如果7、8、9月份去嘅話，仲會有好多唔同嘅野花啦，為大家去影靚相。咁跟住咧，我哋仲會去巴音布魯克景區，我哋就會轉乘7人車，不過就4個人一架嘅，會途經獨庫公路嘅中段，慢慢上到去巴音布魯克景區。入到去景區之後咧，我哋仲會有2個地方可以俾大家影靚相嘅。第一個啦，就會睇到天鵝湖，係一個高原大草原，仲會睇到好靚日落嘅9曲18彎景區。再之後啦，我哋就會去到那拉提景區，主要係去河谷草原嘅景區。咁望啲咩呢？就係望到雪山、森林同埋咧立體草原為主嘅一個景。除咗睇草原之外，仲會睇埋烏孫王嘅古蹟，仲會體驗一下牧民民族嘅生活，餵下羊仔啊，學下當地少數民族嘅舞蹈表演啊。好啦，睇完呢個大草原之後，我哋咧就會再前往下一個地方——庫克蘇大峽谷。最主打最靚嘅就係一個叫做人體草原嘅地方，即係個線條就好似人嘅身體一樣啦，S 型嘅。8月、9月份出發，我哋會有一個天山花海風景區。如果8月份出發，除咗可以望薰衣草，仲會有一大片向日葵花海俾大家慢慢去影多啲靚仔。行程景點十分之豐富啦。北疆嘅團隊仲會帶大家試下咩叫做舌尖持拼草原。團隊嘅話啦，我哋就會試到福海新疆大盤雞啦、冷水魚風味啦，另外仲有個個都好想試嘅烤全羊。團隊由伊寧翻烏魯木齊嘅話，我哋會選用高速鐵路翻烏魯木齊，節省咗好多嘅車程。翻到烏魯木齊之後，我哋仲特別安排咗一間好靚嘅維吾爾族餐廳，嘆翻個特色嘅下午茶，話唔定仲會有機會啦，見到啲新疆嘅靚仔靚女啦，去招呼我哋。除咗膳食十分之豐富美味，住宿咧我哋更加係精心挑選嘅，會用一啲比較舒適同埋當地最好嘅酒店。烏魯木齊嘅話啦，我哋會住到意大利品牌喬治莫蘭迪酒店，或者係中建福朋喜來登嘅酒店。伊寧我哋就會住到國際品牌希爾頓寬頻或者係福朋喜來登嘅酒店。如果你都想咁樣玩嘅話啦，咁快啲過嚟美麗華旅遊揾我哋報名啦！